Hello，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各位，又到福氣來嘅時間咯。全台灣啊，有幾多嘅文化園區，也係講博物館、觀賞嘅島。不過講到有6隻太大嘅文化園區，大家有面到冇嘅呢？冇錯，就係我哋內埔鄉嘅6隊客家文化園區哦。相信有幾多好朋友已經去過嘅。一個6隊客家文化園區啊，千太發，地方也千正，也攀嚟幾多精彩嘅活動。更加見到很皮用嘅嗰度，熱情專業嘅菜地志工哦。嗰時啊，根本呢，我哋貼喺郵箱，地方一位志工，也係菜地嘅客家人林鳳雄和鳳雄哥嚟到節目地方，同大家來好好紹介一下一個6隊客家文化園區，順帶分享佢自家嘅志工生活。馬上來分享我哋鳳雄哥。主持人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係林鳳雄，我係屏東縣竹田鄉跳塔莊人。目前呢係6隊客家文化園區第7期嘅志工。馬上來請教鳳雄哥，因為有些嘅觀眾朋友可能係對我熟悉嘅，頭有談講自家係竹田嘅跳塔人嘛，本身係菜地6隊人，怎麼嘅會想講我來做一個6隊客家文化園區嘅志工？係咪對退休之後做志工嘅，也係講退休之前就來做志工嘅呀？我應該算退休以後去做志工嘅啦。你退休之前係做乜嘅工作嘅呀？做兵。做兵哦，做乜嘅兵啊？空軍。對12年開始做，唐鳳應該挺有資歷嘅喲。我民國72年，5月初5日5嘅。我做到93年，都退下來。嗰時陣，因為人哋講幾多年退休之後啊，有幾多去休息啦嗰時候我有做志工嘅也好，做其他嘅事情也好。嗰時陣退伍之後，都開始做志工啊，冇一天有做過乜嘅志工啊？我退休以後，人差唔多有6、7年嘅時間，人開始接觸到志工也在部分。志工也仲有志工手冊，冇志工手冊嘅。我一開始喺竹田鄉嘅竹田火車站、竹田驛站，有喺做志工。前幾年都我哋講冇嘢按到志工手冊，如冇志工時數都出嚟啦。嗰時就開始都會可能講，我有興趣也有時間，我如果有過去嘅做一下志工，探索一下，冇一定講我真實可以來做一個真實嘅志工。我睇竹田火車站嗰邊做志工，係咪唔請嗰邊嘅人，就想講圈嘅，來去看一下。係啦，錯啦，因為頭都講我喺竹田鄉嘅跳塔莊人嘛。我哋本身應該嚟講，竹田火車站對我哋人技師嘅人嚟講，係一個該重要、該有美好記憶、回憶嘅一個所在啦。以前我哋出音樂，不管我出外也好，所以唔對外向我歸來我哋木下同青年團員嘅時間。如果喺竹田火車站下場，喺冇都喺竹田火車站上場。我哋喺竹田火車站下車以後，讀書啦讀書路行嘅鐵路，行火車路安尼行喺到我哋跳塔莊呢條路，再行過去木下。嗰時候我哋對竹田火車站都有過程嘅感情。嗰時候當初家下在招募志工嘅時間，都反正想講即個家鄉嘛都簽即個一份力啦，也冇想講伊會愛有乜嘅時數啦，算愛有乜嘅怎樣講，有乜嘅好處啊，咁乜嘅冇安尼想，只不過都想講反正你為即個家鄉簽一份力，都單純嘅想法冇安尼。不過我談講幾多年退休之後做嘅志工，變到幾無限嘅呢？係咪也安尼啊？再來因為我頭講以前喺竹田火車站做係冇志工手冊，冇志工，冇算真實嘅啦，冇算一種有正式培訓過嘅。再來我都喺1805年。都去園區受訓，園區都6隊客家文化園區啦，都去受訓，受訓以後都1806年嘅3月初1，
愈正式服勤，愈真正愈变咧正式志工嘛吼，愈台服勤啦，服勤啊一出多呀哈。啊，你自家做嘛个好些米吼，其他地方的志工做得好好，我想到转伫延期这边去做志工，还有人走唔去呢，也自家想到，这边有一个新的延期安排法，哦，挺有兴趣，都走过去。头拄有讲到我本地台竹田火车站做志工嘛，啊，接下来有时节如果带游客去脚踏车，老了俺们竹田附近的几个状态啊，俺们说成拄到游客啦，都原来以前俺们乐队客家文化延期的俺们的前辈啦，那边的职工都有讲来讲，俺要讲下吼，咱唔让俺们延期学做职工，不过我叫俺无上安多啦，因为俺想讲，目前已经在竹田火车站做的愈也做职工愈好的嘛。因为我头拄有讲诶，无在想讲嘛个职工时数那些，我无在想。再来个月可能拍2-3年，详细时间会记唔到清楚的啦。反正个月大概差不多2-3年、3-4年。我有参加品白沙期大学的考试。演艺的吼，拄台俺们乐队客家文化演皮有办发通，我哋去参加发通嘛。俺们是伊个生态班底班，有咧阿姐很多陈彩信，彩信姐啦哈。如果真固定来讲，咱有学员，甲做乜个唔来俺们演技做职工，咪都常啊，因为很热情，佢热心啦，我有快些去拒绝啊。啱归台语，俺哋咧服大湖中心，六队客家文化园区的服务中心。马上都讲，俺哋田顿爱吼，迄个服务台给签名，马上就签卖身契了。马上都抢，那因为还是快些啦，我就不好意思拒绝。演员的角度吼，如俺哋。园区就有提7期的职工的提名，报名的提名。嗰個應該養分吧。應該怎樣講？養分成熟了啦。嗰時候如去報名，報名以後如愛先面試嘛。人佢面試的過程，本來感覺很温馨啦，嗰時候都想講如來面試的都面試的咪吼，如來上課，冇想到上課也可以順利啦，經過實習以後，嗰時候都台106年的10年來都開始正式服勤，就路邊的客家文化園區的職工。簡單來講，如果本人拐過去、逼過去嘅，講那個啦，其實這個也有一個興趣提嘅，所以講，人家講嘅，來吃看下先，冇想到哪行都變做職工嘅啦，那好一下，香港香港朋友講，去報名嘅時間，報名係嘅，有行去搜尋嘛，佢有限制講，六隊客家文化園區嘅職工，有限制講一定要有乜嘅資格，才可以來報名做職工嗎？一般職工吼，要滿差唔多15歲，要滿15歲，65歲以下。嗰時候其他嘅年紀有限制15歲以上，65歲以下。太年紀太大，年紀太細也做唔得。延期有延期嘅考量啦，可能公務適合學生樣樣都唔會該詳細。反正佢都限制講有個年齡地步。有啲年齡地步，如來報名。報名頭都講嘅，如可能要經過我哋考試關啊嚇，嚟講，如經過面試，面試以後，如要參加延期安排一系列嘅考試。考試有一種叫做展場服務，如唔喺戰場嘅時間，怎樣去同遊客應對進退啦，怎樣去服務人客。再來如上一部分我哋對客家文化一種概論，還有了解我哋樂隊體系，我哋樂隊體系嘅環境啦，也就
历史的脉络，泰约斯愈松也地咱我伊咧愈因为俺哋延期石粉台，差不多有30公顷，伫背嗰度总系青岛树的嘛，系周围嗰度生态池，唔总按到树的，有按到的生态池环境安好，伫背生态东西青岛，不过我对叶片的物种。我呢简单讲啦，我对这边物种不管係通物也好，出物也好，我有初步的了解。泰约斯愈松也3部分的课程。如果安尼，其实基础的训练都安尼，其他蔡英讲有无共样的展览啦，也係发通的时间，咱会有咱的其他的课程，也係训练嘛，因为我们延期有无共样的展场嘛，留到的。展场以外，譬如讲半年玩一摆啊，算1年啊，算一个时间，我玩一个展示嘛，玩金钱，延期都会先安排一系列的课程，帮我们也都有职工，先去上课嘛，先去了解以后，怎有法度来服务游客啊，咁冇游客来问讲，呀，係乜嘅？甲疑问3步之甲愈快些，我是快些。不过延期也部分，我是讲认同啦，因为本地也都一般人去做志工本地都有几多一种我们讲的真能课程嘛，增加你知识能力的一些相关课程。台湾的训练啊，不能如何啊？你看像延期安排法，又不是否有特别的展览，也係發通的地方太延期，冇可能講基礎訓練係就馬上可以講，一直都唔是玩，唔是好似其他的都可以繼續嚟做有個志工，然後嚟做有個服務嘛，係特別係安尼。哇，觀眾朋友，你看。都有啲延期安排法，要做志工，要學到一定程度，頭到分享過安尼小嘅，大家應該有太有嘅了解。唔過，真是睇延期地步嘅志工，有分哪條嘅工作，服務內容有應用版呢？我哋休息一下，等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小嘅。頭到有講到延期嘅志工，文化延期嘅志工，安尼人家真是我嚟拜託有個志工，真是等人來去客家文化延期聊聊一下，係咪啊？馮勇哥？講到你對客家文化延期嘅志工係算指標嘅啦。唔怕身上訓練過嘅，真是也係志工，嗰時候拜託人家雖然講人哋冇睇現場，也拜託人哋帶動人哋大家。嚟於線上聊聊一下，講到呢啲有嘅客家文化延期，人人都提講佢青態法，總係幾多數到鈔票又幾大，親像伊咧公園咁樣。唔過睇下段時間地位啊，其實應該地位係有青特別嘅地方嘛，即係唔知解喺經驗嚟講，要對客家文化延期，就是人哋呢啲時間有那條特別嘅地方。我們延期泰約是有分室內的展場，室內的，還有室外的，室內的都有常設館啦，多媒體啦，火龍啦，龍間火龍煙樓，煙樓，室外室外都過多嘅，室外都比如講細年嘅過後去搞嘅所在都有一種。我哋中央傘架有啲噴水池，噴水嘅，細年都是噴化，熱天嘅時間搞水，尤其係熱天嘅時間。再來有我哋有羅北都有田園地景區啦，有北貢，北貢附近有一個酒香花園，再行過來都有一個大草原。大草原的後邊，都種了青朵的樹誒，前面大草原的前面都一種的生態池，它又是都分安尼啦。有幾個地方，有幾個地方我哋講，其實延期地方唔單止係植物，也有新特別的動物，你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嘛。我哋講幾多年，親像睇高嘅神奇寶貝恐龍，我去啲抓寶，特別去看嘅特別的動物咧。冇錯係，
我即个本身都有读过一下嘅，我能讲扛大炮来啊，我讲嘅大炮都翕相翕相我用嘅长镜头嘅，咩长距离嘅镜头啦吼，我就翕嘛个呢，来翕一种很多黄鹂嘅条嘅，目前係2级保育嘅，引起我也很多人我看还蛮。算古天啦，係應該嫩實集啦。哦，嗰度呢？係，如20頭個看得到嘅。啊，另外一種如很多彩玉，彩玉一種條嘅如果鐵樹，係一般人咧條嘅是公嘅去上馬嘅嘛，係啊一種條嘅冇馬樣，一種條嘅去馬去上公嘅。以前同一隻公嘅，上亂上嘅咧。伊有比這個，比這個也有在另外前個講嘅，還有在上亂，嗰個也個鐵樹嘅條。啊，照顧亂嘅係講嘅咯。照顧亂嘅係講嘅，啊鋪亂鋪出來嘅，帶細枝嘅，有咩講嘅才會帶。哦，安尼人講有個條嘅嗰個新好男人，更加心中。走，新好男人，要會下廚房。係啊。啊，要記嘅貼咧，今年全部係延期看得到嘛？行喺貼喺一條延期嘅那角落可以看得到咯。目前黃鹂哈，嗰度雨多樹，延期嗰度雨多樹，多樹嘅時間會同雨多樹單個。啊，當然其他樹嘅嘛會啦哈。啊，再來都我頭都講嘅彩玉，彩玉嘅濕貨嘅時間，延期有佢濕貨，因為我頭都講有一個田園地景區嘛。有睇濕喎，啊無會太多一天嘅長途嘅時間吼，伊都彩玉都會來天球嘅落雪，啊落雪嘛個呢，落雪一種金菠蘿，金菠哦，係都我哋講嘅福壽螺嘛，係一種條會雪安尼嘅東西，啊唔過一種條嘅個比較不容易觀察啦，冇按簡單，冇像啲黃鹂吼，唔能糖上路。糖嘅多，糖到上都可以切。啊，彩玉一種唔可能，如果噗噗冧冧吼，啊，如樹腳邊個強啊，可能有台天球嘅，就嚟就咁。哦。啊，一般我睇啲杜多嘅時間，我杜樹啦吼，佢天生咯，我看到嘅攏公嘅嗰度，我還冇看過馬嘅。咁佢有批，當然有批人看過啦，基本大都有啦，只不過我能看過公嘅，我冇看過馬。哇！安尼觀眾朋友到時間，安尼各位好朋友嚟到延期嘅時間，真是可以注意一下。某一天可以同人堵到，按 TV 的通報到。係啊，鬼鐵樹啊，一種條嘅算鬼鐵樹。啊，還有喏，啊，除了條嘅啦，啊，還有嘅，啊，佢哋種樹嘅軌道啊，還談講，熱天嘅時間，有 TV 樹嘅當個會 TV 出現個毛孔嘅東西哩。延期吼，其實除了條嘅類以外吼，蟲嘅咩先到啦，蟲嘅我哋反而個睇下，如講我哋講鞘翅目嘅如頭都講維特樹嘅出現嘅一種獨角仙，啊有咩有台灣扁鍬，有鍬形蟲嘅一種。哇，這年係最好。啊，延期嘅用葉嘅啦，用米嘅啦，千多種。當然一般人我哋唔會細分一條物種嘅名稱嘛嚇，咁佢確實延期嘅用葉嘅同用米嘅，你認真看，唔會講平平用葉嘅啊，平平用米嘅，嗰種生嘅冇埋一樣。哦，真是談好嚟講，我哋延期按太快，就像嗰啲生態公園咁樣。不管睇人設置行業嘅時間，每年你都可以看得到千毛咁樣東西，大家親好去都安尼。啊，不過我閒啲講吼，延期嘅呢個貼片咧，因為頭都講嘅係走成條嘅，還有啲限定版哦，限定時間嘅安撫條嘅哩，好冇？延期要推賞螢活動。做放音蟲。看放音蟲。啊，延期哈，目前有2種，一種係水生嘅螢火蟲，一種係陸生嘅螢火蟲。水生嘅螢火蟲係很多黃緣螢，啊陸生嘅螢火蟲很多台灣窗螢。啊，因我頭講嘅陸生啊同水生啊，意思係講伊嘅籽咧，都伊嘅細籽咧啦哈。黃緣螢嘅細籽咧，都台水風落嚟濕，都濕。
俺们天罗的啦吼，像迄种网泉啊、锥石螺都吃安尼。啊，陆生的萤火虫，愈爱头讲的台湾苍蝇，愈生俺们陆地方的蛇螺的。啊，不过爱讲的蛇螺的，唔免俺们一般有看到迄种非洲大瓜鸟，太粒的，唔免太粒的迄种哦。迄是安尼，细细粒的是安尼边边，大概太阳迄扁瓜鸟啦，啊球瓜鸟也会种。啊，再来万一咧过铁树的，就拢爱讲到的，独角仙。独角仙安尼东西吼。伊20头也要出来，啊，暗晡头也看得到，啊，伊要退，因为俺们延期总会嗰度光蜡树，啊，光蜡树俺们客家都讲解油树，啊，故说独角仙俺们客家都讲解油骨，哦，解油骨，系，故说退20头也好，退暗晡头也好，都可以看到解油骨，啊，延期暗晡头班咧都可以看到。萤火虫啦吼，特别解油骨也两种路过看得到。哦，讲到也，我头摆以前吼，提一个发通行情开始之前有一摆去到延期吼，暗晡头的时间，我挨到你遐到强到呢对吼，看到个天内方啊，全部都小灯泡，哦，其实都会火焰虫，我提个草丛底部呀，惊讶，然后问个公众人，怎么跟人家片做？作为按到个冲人家圣诞灯火的灯内安尼表下天来讲，其实唔咩个全部个火焰虫，青苔一片。哦，我都嗰时就都同工作人员讲，啊，你办人也几好，可以来开放做一个火焰虫的发通。结果真是咧，过冇1久之后，真是每一年啊吼，天气天时呐好的时间就有一个看火焰虫的发通，真有价值。系啊，不过讲到一个发通轨道喺延期咧特色啦吼，不过按道发通就有年来同佢哋支持啊，都讲到子宫嘅嘛，全部延期嘅子宫，佢听讲还有某种嘅分类哦，系咩呢？其实俺们子宫吼，唔先入来都俺们讲嘅一般子宫嘛。啊，俺们乐队客家文化延期里边呢，有一个够有名嘅，都大师兄。师兄师妹，大师兄小师妹嘛，做咧做戏嘅嘛，错，嗰个也有咩俺们子宫底边另外一个工作。佢也系子宫哦，也咪系子宫，哦，啊再来延期咩有一种类似客家乐舞一种啦，哈，都有跳舞一道，都俺们讲嘅舞蹈诶，啊再来有一类都环境教育子宫。哦，环境教育嘅。环境教育啊，嗰个就都主持人讲到嘅火焰虫，都同也环境教育职工各有关系。啊，因为我们里边嘅职工都会配合延期，啊，对下猪头，迄阵有办法通嘅吧？都会下猪头先去园区，啊，陪游客到暗晡头结束，暗晡都下猪头3点左右，到暗晡头8点半左右，哦，差不多都安尼啦。嗰个其实教了可以前的时间可以教了几年的呢吼。系可以几年的，唔系有天的吧啦吼，咱讲教到无天。啊，唐凤雄哥他就安尼讲嘅，安尼分3个嘛，差不多3些安尼子宫的分类。亲神经的，迄种人嘅做子宫，亲像打个游戏咁样有点某种嘅科技树、技能树有冇点嘅，分出有一个安尼。以个环境教育嘅职工来讲啊，佢对一般嘅职工做到环境教育嘅职工，佢有乜嘅限制嘛？哦，像我记我理嘅啦吼，我是因为我入去做职工以后啊，我头都讲到嘅财神节有嘛，我都帮我去人去做职工一个阿姐，啊，伊本身我唔像入去以前啊，伊都系乐队客家文化人期嘅环境教育职工嘅一份子，啊，伊点解对一条动作不好，各有兴趣，故所伊都有抢爱去。咁当然唔免讲啊，伊有抢爱去，我都做嘛，咩呢？伊个还可以参加一系列的培训课程。哦，中央也去训练，如按顾伊啊训练同环境教育如果有关系。哦，啊再来如爱实习嘛，好，唔可以经过1周嘅时间实习，哦啊，关于园区嘅你会评估，
有适合嘛，有适合可能你经過實習以後，你本年要做環境教育志工。嘿嘿，觀眾朋友，大家聽到分享過安尼分享，係咪感受到延期嘅志工真是鬼神奇呢？唔單止一種哦，你去啊，還可以點這個無窮用經濟嘅科技術，還可以去到無窮用嘅分類地方去做志工呢。哇，安尼一條志工服務內容有哪條，還係講志工地方有哪條神奇嘅故事呢？休息一下，試一杯茶，馬上轉過來同大家分享哦。講到安泰綠地客家文化園區，特別安島嘅志工，當代今年嘅工作內容係乜嘅呢？繼續嚟請教馮雄哥咯。喂，馮雄哥，頭有講到無窮用類型嘅志工嘛？今年服務嘅內容到底係乜嘅啊？應該安尼講啦嗬。我哋先入到園區都，我哋講嘅一般志工啦。咁你對大師兄、小師妹嘅有興趣嘅，能去參加一啲很多人偶劇。你對跳舞有興趣嘅，你參加一啲舞蹈班吧。我對自然生態我個有興趣嘛。故說我嘅這演完入去，我都入去，參加書訓以後。都變咧地方嘅一份子。故說我哋一般嘅志工，我哋除了愛去做，我哋頭講不管大師兄啦，咱們環境教育志工，我哋有咩辦愛服務那個一般的展場。如果也係出勤去到嘅展場地方去做導覽。錯，耶魯每一年，如果有72點鐘。你基本嘅啦，如果有72點鐘，嗰種唔係溫算起來嗬。去園區一張嘢要出勤2班。按你定點嘅展示，你遊客來到嘢嘅，譬如講來長社館，咁我哋服勤嘅志工，你去服務遊客，同遊客介紹一下，也到底係乜嘅，也展示嘅東西係乜嘅。再來都遊客係有乜嘅問題，你都可以適時提供資源解答。比如講，遊客來我哋園區，天地環境一定唔熟嘛，一定摸索。比如講，滿偏手台內啊，有可能都帶去啊，像報告章啊、報告名啊，提供台內。當來再來都要得，我哋都講按照展場嘛。按照展場嚴咩嚴重啊？當然我行一段距離以後能會到。有時係要從 A 點到 B 點，他搞不清楚，佢都會悶嘛。悶嚟我哋一條志工都一條講用嚟行。其他其實講志工最重要係講協助園區嘅運作，做嚟做導覽嘛。一般嘅志工嘅導覽同環境教育嘅志工嘅導覽有哪條嘅差別呢？頭都我有講嘅一般嘅志工你台我頭都講嘅定點嘛，台各嘅展場你服務遊客。環境教育志工嗰模一樣嘅都講，我哋要推動園區送出來嘅環境教育嘅教案。因為園區有一下嘅教案，可以看遊客啦，遊客來以縣內嘅，我哋都可以講上課嘛，推動我哋環境教育嘅一種概念。譬如講係記呢啲嘢啦，譬如講酒香植物，咁我哋都帶來參加嘅遊客，多數因為我哋民意的課程有一種教案適合嘅年齡層唔一樣。譬如講酒香植物嚟講，有可能都適合國中生。我哋都會帶國中生去認識乜嘅很多酒香植物。因為我哋園區有酒香植物區嘛，我都會帶去認識。譬如講玉蘭花啦，桂花啦，野合啦，乜嘅花。我會同細人嚟講，又會教佢哋玉蘭花合法都玉蘭吧。含笑合法都含笑。我都會帶佢哋認識我哋
也就做办法的基本材料，安尼讲可能要过接近。哦，安尼个啲个啦，其实都职工其实都喺投啦，不过环境教育嘅职工佢特别针对延期特别推出来嘅一种教案，佢咧流程嘅中央，係佢咧观念，我大部分佢哋咧，特别环境教育嘅职工来做係安尼。不过职工其实做按从一段时间，然后我亲友，我感觉挺好奇讲，你有谈过讲，我解决游客嘅问题，有多到讲嗰种个特别问题嘅游客。我个人是，我冇遇到讲有乜嘅個體嘅狀況啦。不過我有遇過一種，因為我雖然係延期嘅職工啦，不過我目前係做延期嘅出勤嘅班長。可能班長嘅性質如果係延期，也在戰場可以順。順嘅過程地方，如果係延期，就不會行嘛。我如果是度過啦，啲遊客如可能冇嗌講，那戰場台呢，因為我愛出拳，我愛順嘛，咁我如果就講，咁冇安尼啊，我去農間係咪？咁我都帶唔來，帶去嘢以後，咁佢麻煩唔使帶我去引流喎，都是我這個本身都度過一下，拜都有一種遊客。路上講咁我講完你講法就係啦，不管去到哪，喺有人批准人行，尤其有當地嘅不管係採天人也好，還是職工也好，一定會比人哋嗰種頭來啊留了人過了解有啲素材嘛，又該安心啦。你慢慢嚟行啊，慢慢嚟去介紹一下嗬，伊可能又感覺人哋講喺魚塘嘅時候，我都想講，咁我都麻煩騙人哋同人哋好好嘅留了呀，我度到嘅過度嘅狀況係入嚟。都本上佢冇預約，結果變成專屬嘅職工投籃嘅人，都係呢。係因為人哋一般唔會預約到來，你預約到來以後唔係人哋職工帶，係人哋服務中心大服務中心的人，你只要你去擺去到延期啦，不管你坐遊覽車跟這個是啥啦，你可以事先先預約。天發係0872230100，可以轉大服務中心，你記唔得號碼嘅話啦，分期係90日，你都可以申請預約。到時間如果有大服務的人，如果帶你，各個展場呢種介紹，我帶你點，也都可能講你的需求嘅。安尼有嘅服務愛錢冇？唔是，唔是。安尼幾好呢？我種人都嘅冇宿舍，唔怕，人哋直接提前打電話嚟預約有嘅服務，都有人帶動人哋聊，安尼幾好啊。唔是人哋要睇下迷路，滿某嘅時間滿無人，係咪啊？係啦，因為有啲人會誤會講，人哋職工係做一啲事情，有人會誤會啦。不過也，我頭講嘅嘛，人哋一般嘅職工都會定點到啦。整個園區，除了我頭都講嘅一種很多參與一種環境教案，讓我去比試啊整個園區嘅服務導覽都有一大服中心嘅人來帶。反正有幾人分批對於職工啦也好，工作人員也好，佢哋搞本幾人來做分批嘛。錯。你朋友講睇做職工按久一段時間頭，不管睇延期還是其他嘅地方也好啦，做職工自家感觸。喺本人一個親感觸，也係親有成就感嘅事情嘛。做職工對我個人啊，我這個是有感觸嘅部分，如講可以去面對很多人，都面對人去做講解也好，上課也好，唔會培養安尼嘅膽識。再來經過安尼嘅過程裏邊，唔同人嘅互動啦，如果慢慢發現，有口條，人嘅口才也會進來好，如變嚟講會講白話啦，盡量講言談嘅事嚟吧啦，再來都有學習到人同人之間嘅互動。
当然，我哋做志工爱讲人啦，吼，爱讲人都用快乐嘅心态来复课，用快乐嘅心态来面对游客，因为心情好人快乐，相信大部分人没有一种很快乐的氛围嘛，不过有些人在志工会讲唔有安尼。有安尼的特性吧，会想赢，但是因为快乐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唔错，谈嘅分享讲嘅分享，真是放喺感受当中。其实你然后我跟你讲，发到咯，学到咯，可是你可以试着某种样的方式，在退休之后，也係講退休之前有時間嘅時間嚟做一下志工，有可能改變你自己嘅人生。錯唔錯？非常有可能。係啊，有可能講改變自己嘅人生，認識各度無窮嘅人，學到更加多無窮嘅東西。係啊，各位好朋友，等下見本嘢分享過嘅分享，係咪同各本嘅共用呢？發到咯，學到咯，認識無窮嘅朋友，學嘅無窮嘅東西，甚至於講可以改變自己嘅人生咯，真是一件幾好嘅事情。見本日呢，真是再一次感謝分享過，我帶來安和堂嘅故事，順勢帶人嚟去客家文化園區聊聊。下一次我哋去園區嘅時間，可以貼喺同人討論冇？可以，冇問題。係啊，感謝我見本日嘅分享。好，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各位觀眾朋友有機會來約對客家文化園區聊聊嘅時間，也可以多擺時間在地背行地背簽發，可以多東西好看，歡迎大家來聊聊。